歡迎大家嚟到點知白日夢咁簡單，我係白日夢響度 Ida。我係白日夢響度 Aletta。我係白日夢響度臨在 Presence。講起白日夢咧，大家會喺咩情況之下會發白日夢多啊？我啊，通常咧就喺廁所嘅，咁啊係最放鬆啦，亦都係我自己一個好私人嘅空間，我就成日發白日夢噶啦。嗯，我就會係去到戶外嘅時候啦，譬如去到沙灘好放鬆嘅時候啦，咁我就會開始發夢啦。我記得咧以前上堂嘅時候咧，最中意發白日夢噶，但係咧成日扮晒嘢咧，好專心望住老師咧上堂嘅，所以咧佢唔知道我發緊白日夢嘅。哇，你咁專注做臥底都可以喎。哇，原來我咁有潛質做臥底噶，邊度搵到臥底呢份工先？喂，好啦，翻嚟先。哇，不過咧，你哋都已經示範咗咧，乜嘢係發白日夢喎？吓？咁都算？係咯。係啊，白日夢咧，其實係講緊咧，我哋人喺清醒嘅狀態底下咧，由意識自發咁樣產生一啲嘅幻想啦，或者一啲想像嘅畫面。而呢啲嘅內容咧，通常係圍繞住我哋一啲個人嘅願望啊、目標啊、憧憬或者一啲好愉快嘅情景。更加咧可以俾到我哋咧暫時脫離咧呢個當下嘅現實。哇，原來係咁噶。咁發白夢同我哋平時話發吽哣啦、發呆啦、放空啦，有咩分別啊？嗯，你都幾醒目啊！其實咧，我哋講到放空啊，或者發呆、發吽哣呢啲咧，都係比較咧偏向咧無意識嘅狀態。咁我哋個腦咧冇話特別集中喺一個咧具象嘅思考啦，或者一啲幻想上面嘅呢種嘅狀態咧，可以話咧係可能因為我哋好攰啦，或者我哋喺放鬆嘅時候啊，或者咧喺專注力哇，即係冇辦法再集中嘅時候，好自然發生嘅。一個哈佛大學嘅研究裏面咧，就講到假設咧一個人吓，即係如果咧每日我哋清醒有16個鐘頭嘅話咧，咁大概有30至50%啊，約莫就5至8個鐘頭咁啊，都係發緊白日夢噶喎。哇，真係估唔到，原來我哋每日花咁多時間發白日夢噶。咁即係話我哋發咗白日夢，自己唔知啫。喂，不如我哋咧下次咧講下我哋其實平時會發啲咩白日夢啊？好啊，好啊。下集見。